我哋跌倒，當然因為個路唔平啦，或者有石頭啦，或者咧個路面濕滑啦。但係呢樣嘢只不過係問題嘅一部分，我哋唔能夠淨係怪嗰塊石頭嗰個路面嘅濕滑，你亦都有導致你會跌倒嘅原因。所以你被絆倒之後，冇晒心機嘅時候，你就要明白一下點解你會被絆倒嘅咧？我哋行路行到一半唔集中，失魂啊！我哋或者腳軟，我哋咧就會跌倒。或者你行得太急啦，或者咧你嘅身體、你嘅情緒出咗問題。如果係因為你失魂，你就要知道我咧太多事煩擾我啦。如果你腳軟，你就話：哎呀，我咧要重新調理我嘅身體，以致咧我有能力繼續行落去。所以當你被絆倒嘅時候，係時候稍作休息，回氣一下。主耶穌在知道施洗約翰被殺之後，佢退到曠野，佢要準備自己面對同樣嘅對待。主耶穌喺施行5餅2魚神蹟之後，佢又獨自退到山上祈禱，因為嗰啲嘅人要擁戴佢為王。佢知道呢條路唔係神嘅安排，所以佢又要退到曠野。弟兄姊妹，你去退休啦，喺曠野嘅裏邊，你會能夠重拾你嘅信心同埋熱情，再一次嘅行呢條咧充滿石頭同埋叫人跌倒嘅路上。